过年前的那场雪，他现在是什么？剧本是说他们正在这搬着呢，我来了。对，然后紧跟着3月又来了，咱也一直在这儿，3月一直在这儿。咱一直在这儿指挥着搬呢，他买的嘛。哦，加油啊！奥利给！下雪了。我们俩一直站这儿的人没觉得下雪了，你一出来就下雪了，这正好是一下砸在你脸上，也可以，没事来吧。看里边不干活，大家都出来看下雪。对，是的，因为都很兴奋，听见这下雪了，里边那俩人就都跑出来了。只有我在那儿，哎呦，年关难过喽，哎呦，这一下就转了嘛，哎呦，年关难过就是说，哎呦天冷了，业务要忙了，是这意思。对啊。